咱爱丁社会福利基金会是伫差不多35年前成立，到打35年，今仔日是阮的35周年庆。但是喜乐合唱团呢，阮是对1985年，1985年成立到打是32年。为什么要成立一个由盲人组成的一个宣教团队？那不爱找四个目睭有看的，我搁生到安尼缘投水水。为什么要找一个狗爱胖瘦，我搁目睭无看？通调要是啥物？要甲大家分享，都是上帝，毋是看人的外表，上帝看人的是人的生命甲内心。虽然阮是一个目睭无看的人，总是，但阮入到耶稣以后，阮嘛毋是用目睭来看上帝，阮是用阮的心，用阮的生命来感受到。看见上帝权能，甲上帝恩典，阿门。阿门。感谢主，你敢知影？伫32年前，伊当阵新的新的开始，为何迄落阵来真辛苦呢？阮4、5个人带做伙，拢无看呢，带做伙，做伙生活。以前伫按摩院，还是伫厝，拢有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照顾。爸爸妈妈会煮食，兄弟姊妹呢会甲咱来照顾阮的生活的无方便。但是呢，新的迄个合唱团5个人要带做伙，是啥物人要来煮食？当然就是家己开始学。咱早起做伙祈祷，暗暝做伙祈祷，然后日时呢伫爱莲练歌。接受装备，所以讲生活有真辛苦。有时问了你可能很难想象。我们刚开始在学做饭的时候，那既然要做饭，也要学洗衣服，对不对？但是目睭无看，那怎么办？要把东西分门别类。那很多人送我们这个牛奶罐，我们就要把那个牛奶罐这一个装洗衣粉，这一个装盐，那一个装什么？唔知多一个，唔知是多一个，是不是秀柱兄还是啥物人？把这个装盐的摆到装洗衣粉的这个所在，所以有一摆我来煮饭，后尾来炒米粉，愈炒讲奇怪，愈炒那个泡沫哪有愈多啊？原来是可唔对啊，害我加了2、3条的洗衣粉换另外一个兄弟要洗衫，奇怪，我是洗遮久那都没有泡沫你就知影，这就是目睭无看呢。有一天，阮请阮同工来阮厝到喜乐窝，我们称之为喜乐窝来加工。我们已经学会做炒米粉，哇，新竹的米粉，同好食。伊当阵阮就有一个同工，嘛是阮的团员，哇，炒一大鼎，哇，炒米粉阮的5、6位同工，伊店同工都来阮厝来食。食一个食到一半讲，哎哟，恁这无看个，搁知影，炒米粉要放虾米那有一斤买虾米，你当阵来伊店上班，薪水无偌多大家能够省吃俭用。无啊，后来有啦，我有食到啦。就等到炒米粉一吃完，就看到锅底有2、3只蟑螂。蟑螂被炒得还蛮脆蛮酥脆的。有影愈食愈好食。感谢主，拍摄，太兴奋了。我跟你讲，拄啊开始有影遮辛苦，要做宣教士是这么不容易有一次我们在伊甸淹水，我们团员们还要去帮忙去抬东西。这个孤陋偏逢连月雨，就知道那个时候伊甸刚成立的时候真的很辛苦。我跟秀柱是老团员我们现在还有另外的老团员，感谢主，一位在休斯顿这个德州休斯顿西南国礼拜堂牧会，他是我们以前的第2男高音另外一位呢，林德昌牧师，他们都是牧师了，都一样在牧养视障者。感谢主，我跟秀柱为了要栽培造就更多的宣教师，让喜乐能够继续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所以阮继续伫迄落就排来服务。感谢主，32年了。真的不容易，我跟你讲，32年很多东西都无想象，无共你知影有啥物无共无？跟你讲，第一个团员不一样，有的去做牧师传道人。第二个更重要，你们一看就知道了，身材不一样。32年前是瘦
瘦高高，搁少年，即马要甲遮大箍特别是我，上帝恩典有够我用哦。但是我甲听弟兄们讲，唯一不改变的是啥物？都无改变的是听主的心，爱主的心。时间越久，我们爱主的心就越深。因为阮知影，咱毋是上帝，今日阮袂当徛伫遮，咱毋是上帝，今日阮袂当行出恶爱，进入光明。对一根目睭无看的人，应该来讲是无感恩的人，但是阮是安怎会看甲遮清楚，看甲别人的需要，看甲倒位有需要，都是用上帝感恩。各位听者，我相信有一段经文大家拢真熟悉，伫约翰福音第9章1到30。若你有圣经，会使拍开来看卖吼，来看啊。咱毋免大家头，我来甲大家讲一节啊。这几段圣经是安怎讲？讲有一个目睭出事着痴迷的人，一个人出事着目睭痴迷的人，哦，伊当然都徛伫路边，徛路边创啥？当然就是乞讨。但是有一天呢，耶稣的学生。经过伊个身躯边，伊个学生就问：老师啊，这个人哦，出世目睭就痴迷啊，到底是伊有罪，还是伊个父母有罪？各位兄弟，我甲你讲，自细汉，我差不多，我出世目睭就无看。我甲你讲，真侪人就甲我父母讲，就是你这个囝，可能一定是顶世人做歹代志，你就爱劝伊这世人来做好代志。若佫继续做歹代志，你后世人咧做一只猪哦，我这样恐吓呢？真侪人讲，哎呀，真可惜这个哦，这个人吼生个遮缘投啊，可惜目睭无看。所以在咱台湾啊，还有咱华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传统的文化拢是讲安那啊，厝内底有战争咧，一定是安那报应。亲像犹太世界、犹太国家嘛是共款啊。你看约翰福音，你看内面真侪拢是讲哪？如果有软弱的，如果身体欠安呢，有残障的，拢感觉这群人是安那，拢是安那有罪啦、污秽的啦。这是人的眼光。但是咱来看，上帝眼光是安那？上帝眼光。上帝的眼光是充满了温柔、慈爱、怜悯和恩典。所以耶稣安那回答伊，耶稣就对因学生讲：，唔是这个人有罪，嘛唔是伊父母有罪，乃是要照着这个人的生命显明上帝所做的。阿门。各位兄弟，今日看唔是敢若一个人呢？今日你看到的是死的人，死的目睭无看的人。这目睭无看的宣告师来到你的面头前，甲你讲，上帝是啥？甲你讲，阮今日会使行出黑暗，进入光明，拢是上帝出来。是毋是上帝出来？咱看约翰福音8章12节就知影，耶稣安那对众人讲，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各位兄弟，我跟你讲，秘诀就在这，因为阮信的人，因为明白耶稣、接受耶稣以后，阮就无伫黑暗当中过日子，因为阮得到什么？得到对耶稣来生命的光。生命的光不会畏惧这世上黑暗，因为你这世界很多都是相对论。唯有一件事情，它是不能相同不能相同并论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有男就有女，对不对？有很多就有黑就有白，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唯一就是光明和黑暗。如果光明一出现，绝对就不会有黑暗，他连讨价还价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上帝甲这个世界共款。感谢主，伊拉集团32年去过超过50个国家，阮定定拢走去迄个有需要的国家，特别是迄个越南啦，泰国啦，还有什么辽国啦，我走去前几年，我走去非洲呢。人讲阮要去非洲，真侪同工讲你莫去好
无好呢，个卫生无好呢，很多传染病呢。哦，那团员就讲，哎，团长你讲要去无？我讲，人都邀请咧，我讲恁惊无？目睭无看哪有惊？目睭无看就向前行，都免惊。哦，我们就因为团员们都说要去，所以我们就到了非洲。刚下注，到了非洲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敢去。10个华人9个被抢，治安非常不好，所以每个人出去都不敢怎么样，都要非常的小心。特别他们提醒我们说，哎，你们团员出去哦，尽量穿的怎么样？越旧的衣服越好，贵重的东西不要带在身上。那加上你们又盲人，绝对不会有人抢。对希腊这团来讲，那会使讲出去要去好赛，都穿什么破破烂烂，都什么穿甲安尼吼，袂使出去黑色西装，吼，那什么领带、两裤带，吼，什么墨镜，吼，目镜，站起来，哦，穿得整整齐齐。哦，高雄我团长真爱抓迄个香水，哦，这把抓出去人去，smell good 哦，不是 smell good 哦，这香呢，哇！我们这次出去一定要穿得最整齐，因为我们知道服侍神是荣耀，所以我们连续去2年，出门都是整整齐齐的，也没有人来抢我们。而且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旁边就是垃圾山，哇，苍蝇啊飞，后我就看到目镜的人，目睭有看人唔敢食咧，你看到4个无看，好食哦，好食，过来一碗，愈食愈大口，你嘛就一碗。感谢主，无看，无看好处呢。你边仔是啥物拢唔知，你知无？嘛是感觉好，伫餐厅咧。讲下这，我跟你讲，最后那边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说，我们总算知道了，你们为什么不被抢？哎，因为你出去，每一个人拢穿黑西装、黑目镜，哦，人看袂出啥物黑社会咧，那不要来抢你咧。感谢主，当你顾念神的事，神就顾念你。你知道我们台湾的艺人去游览车前面一台警车，后面一台警车。迄个华侨团的福音车没什么警车啦，我们上面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感觉，我们相信，我们会有平安，阿门。阿门。一点目睭无看人，愿意去别人不爱去的所在。感谢主，我们后来发现，为什么神要使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眼睛的挑战和诱惑。以及眼睛的蒙蔽，因为我们看不到，哪里都是天堂。很多人羡慕我们啊，你们32年来去过那么多国家，一定看了很多的很多的风景啊，美好的这个名胜啊。我就讲，我一定无看哦，那就亲像伫咱长老教会伫遮。那我们等下分享，我们这感觉都感觉袂出来是伫加拿大呢，袂像伫台湾的长老教会呢，因为大家拢讲台语嘛，对不？无相干，没有什么不一样。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希腊教团为什么要到世界？特别是有咱台湾人乡亲的所在，还是华人的地方，最重要就是将我们生命的见证跟大家分享。因为不是阮有罪，嘛不是阮的父母有罪，因为上帝为阮来讲，要照着阮的生命显明啥？阿仔，上帝什么所做的？阿门。感谢主。哦，最爱袂提，爱袂搞哦。感谢主。哎，今日哦，徛伫遮，就买厝伫台湾呢，非常的亲切。哦，伫遮用台语讲到哦，感觉应该是讲很兴奋，在加拿大各位使用咱的母语，又看到这么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感谢主。虽然阮是无看，但是因为上帝跟了阮真做耶路波，会使用安那，用上帝的语来见证伊。这是时间到还是看我嘴巴？我时间，我凊彩讲就到啊。这关无够。好，各位同学，啊，要做结论啊。你看，阮讲道都无看什么讲稿呢，那看讲稿嘛无效，对不？哎，无看吼，要读圣经有影真辛苦的。
感谢主，但是即摆会使借着电脑，还佫有读经机。以前哦，阮的点字圣经哦，那66本，你敢知影？电子圣经要偌几本？30-40本呢。感谢主，因为上帝恩典，互阮袂当人啊，互阮嘛使借着上帝话语来互使伊。所以各位兄弟，好无？今日你看到阮伫台顶的分享，希望恁继续替阮祈祷。喜乐合唱团，我们愿意与弟兄姐妹一起来荣耀我们的神。这世界还有很多的人，他们看不到，走不出来。所以我们刚才说，其实那个影片是要告诉各位，我们在推动一个活动，叫“万丈光芒助盲包”，就是要募集1万只的盲杖，帮助全球一些特别落后、贫穷的国家的视障者，让他们有一支盲杖，也能够认识主。盲杖为什么对盲人重要？可以跟大家看一下。那我这支背加床袜，你看我就知道哦，这边有一个小的，我就可以用这一个部分哦，能够自己哦走下台、走上台是很安全的。所以这支 White Cap 对盲人真的很重要。各位想这很多人他们拿不到这一支，他们用竹子、木棍。特别在非洲，很多人没有接受过定向行动，他们都在路边乞讨。喜乐合唱团就是要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爱和支持，不是为了我们4位，是要把各位对我们的支持，不管是购买我们的 CD， 或是我们的见证书籍，还是你愿意捐赠盲杖，我们所有的费用都是要向着全球宣教，特别是一些比较落后、贫穷的国家。你知道，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拥抱，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自己也不足，我们真的也是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的障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与主同行是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希望你能够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第8人的需要，顶面看见自己的责任。不单是福音，不但是人们需要主，需要福音，更重要就是要帮助他们走出黑暗，迎向光明。喜乐合唱团愿意带着我们全球华人教会以及咱台湾乡亲的来对阮的支持，我们愿意继续为主发光，到世界各地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其实传福音很辛苦，有时候一天喜乐合唱团可能要唱个3场。4场，最多唱5场，早上2场，下午2场，晚上1场，同工们都非常的辛苦。可是，当我们回到住处的时候，每个人心里所表明出来的都是感恩。我们今天也是在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能够来到我们的家人们面前，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感受到这里特别的温馨。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我们在海外台湾乡亲。或是还没有信主人的帮助，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祝福的出口，兴旺福音的教会。那些软弱人、身残的人，他们的帮助，愿我们都在神的圣工上有份。让我们一起来见证神，让上帝的光芒真的照亮在黑暗的角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来给做会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日。你互阮喜乐整团会使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家家弟兄们做伙来分享你的问题。虽讲阮是一点目睭无看的人，总是伫生活当中有真侪不方便，但是伫你的话语当中，怎伫你的圣殿、伫教会当中，阮看见，也是姊妹你的听心，看见上帝你的恩典，互阮会来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你，做伙来服侍你。所以，我感谢你，今日阮的分享，愿意将一切恩典来归于你，来帮助咱的兄弟姊妹，今日听到阮的分享，嘛会使愿意真做一个传福音的基督精兵，嘛会使愿意看见别人的需要，都亲像是家己的责任，愿意为你来做见证，将福音分享给需要的人。
阮就一前两来叫你，向阮众人伫你面头前同心合意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来，好不好？应该给你讲一下，哈利路亚。是的，我们可以了解到哈，从团长的分享，那我们4位眼睛看不见的是怎么样子，得着神是怎么样子，能够从黑暗的环境里面走出来，也能够在舞台的升天中，在主的升天中，能够勇敢的站在今天来分享、来见证。那真的是因为主成为了我们救赎主，因此我们得救了。因此我们要依靠主来仰望主。接着下来，我们喜乐要带来这首诗歌《喜乐之歌》，是量身定做哈，专门为我们喜乐呢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在30年前就已经做好的歌。那今天在30年后，为什么再把它拿出来呢？因为有它的意义存在了。希望喜乐再走30年，已经走了30年，现在呢，继续再走30年，未来再走30年。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理想，应该要靠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来继续为我们来带导。我们就来演唱这首《喜乐之歌》。我的青山绿水我看不见，我的羌笛鸟语啦啦啦啦，我的王子强啦啦啦，春风拂面为我送来花草香甜，莫道我无法看到你的笑颜，你那温馨语调常在我耳旁回旋。爱在人间，爱在人间，喜乐充满心田。爱在人间，爱在人间，喜乐常驻心田。日有阴晴，月有阴亏，人生却缓缓万千。悲欢离合，自古难全，人生苦痛谁难免？与主同行，何惧惊险？跨越你温暖双手，常与我相牵。当我快乐，你与我共欢颜；当你忧伤，让我的歌声伴你缠绵。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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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爱在人间，爱在人间，喜乐充满心田。爱在人间，爱在人间，喜乐充满心田。哈利路亚！希望这个喜乐能够充满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田。哦，真的，一个人能够常常喜乐，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才会过得非常的这个幸福。因为上帝就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但愿我们真的是能够就向着圣经上面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拥有喜乐一切疾病都不是问题，绝对能够怎么样？这个靠主怎么样胜过？但是如果你今天经常忧愁那真的是日子就不好过了。就像我们以前一样，每天埋怨抱怨要不然就是以泪洗面。为什么就是我无看？为什么我这个目睭无看的人命运这不幸自细汉我就在咧痴迷，我予人那孤绝。
很多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认识主以后，无讲安尼看，我边啊这个活起落咧，哦，笑容的，哦边啊你看，因为伊起落就听哦，声甲遮悬，感谢主，希望讲今日阮伫遮敬拜，会使互兄弟姊妹知影，那会甲主，会使甲主同工，甲主同行，即款的人你看骹步是安怎非常的佳美。感谢主，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伊互目睭无看的人会当看去，有一寡心态软弱的人会使跟叫。所以耶稣来，他不是说他是要使瞎眼看见、瘸腿行走、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各位兄弟，神教导我们，如果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他身上。最后，我们还是要说一句话。有空常回台湾，台湾真是好，但你够用。如果没来过台湾的，欢迎你来台湾，我们带你去阿里山。哦，不要忘了，有空经常回台湾，喜乐和大感会在那里用双手拥抱你们，因为你们都是最棒的。最后，我们要用这首歌曲带来我们的回应，就是用英文来唱《Amazing Grace》。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去，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神的爱永远不离弃，好吗？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不要忘了哦，这个 CD 对台湾哦，莫来哈，我要加打哈，希望听这免客气哈，当中哈，提登记。好，支持喜乐的工作，让我们一起为主发光。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拍手荣耀归给神。好。